下来继续来看马来西亚的歌手黄明志、洪指控牵涉台湾一个女网红的命案，但是黄明志坚持不爱认罪，代票5万块交保了后，佫破文来反驳，但是明明互警方敲出着9粒的药丸，目前等咧化验，看是毋是就是毒品。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警方来宣布，这个案件将会用谋杀罪来侦办。歌手黄明志扣了了后，移送检察局的相片，落尾伫咧伊的身上抄到9粒蓝色药丸。检察讲黄明志初步验尿结果对4种毒品是阳性反应。警察当伫咧调查查某网红的死因。Dada, itu ada pil yang warna biru itu dada ke? Syaki dada belum confirm lagi lah. 台湾31岁姓谢的查某网红伫咧马来西亚的饭店享用过往，坐疑点来看代志的头来尾去。10月20，查某网红来马来西亚。10月22，和黄明志到吉隆坡一间5000级的饭店，下晡却发现倒伫咧火炉桶。刚房间黄明志因为毒品阳性反应扣了，拘留2天了后，警察正式起诉。不过黄明志无承认犯罪，但差不多新台票5班风放出来。11月7日，伫咧面册破文讲伊无食毒。黄明志指控当时救护车晚1点钟才到，不过马来西亚卫生局指挥救护车26分钟就到话。报案的记录嘛记载台湾女子伫咧火炉桶昏去，身躯搁冚白色的浴巾仔。黄明志讲有对死者做 CPR。查某网红敢是吸着毒品，命中休去，警察搁伫咧调查。黄明志敢若持有毒品，警察嘛决定将案件转做谋杀来调查。那查某网红的经纪人嘛已经请委托人先去马来西亚处理后事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